2007年嘅第一日，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杂志。从今日开始，大家礼拜一嘅暗头10点，客家新闻杂志伫客家电视台同大家见面，请大家继续帮我支持。事实上，今日也系客家电视台嘅大日咧，因为从今日开始，客家电视台正式纳入咧台湾公共广播电视集团 TBS。客家电视台成立3年以来，都会由客委会用票案嘅方式委托商业电视台来经营。入到公共集团之后，客家电视台将会分别商业色彩，成为一只公共媒体。今日大家打开17台就做得看到当道新嘅节目，也已经看唔到商业广告嘅。除睇一只改变，客家电视进入公共集团最大嘅意义就係政府推出媒体经营。唔過啲相關法例係咪要完備嘅情況之下，客家電視台係咪真見有清好嘅前景呢？今日節目嘅第一個單元，記者陳君明、讓吳祥平就係帶人關心一隻課題。2007年正月主頁，包括客家電視台、原村民電視台同上海電視，正式納入公共集團。台灣電視產業行入一個新嘅紀元。去年聲音一代，客家電視台員工做無限嘅裝箱打包，準備辦活。客家電視開台3年半前，客家電視台開台過後，係由客委會用表案嘅方式，分別由2間商業電視台來經營。辦活換個新嘅調價一件事情，對家頭來講做足關嘅。不過，假如公共集團過後，客家電視台經營就唔會過1年嘅。公共集團建議的新的3億元，意義還較重要。我們把這個整個大體的資源整合在一起的話，它可以是一個公廣集團，它就是一個整體的非商業體系，是一個整體的文化體系哦。然後我們再透過頻道分工的方式，它反而能夠達到一般所謂的媒體集團化，它反而會創造一種更大的一種文化的效益哦。經營開始，不但由政府經營管理嘅客家、原住民和分管電視，正式交辦公共電視經費來辦理。從日開始，當政權推出媒體嘅全面共識，已經初步成績。過去3年呢，客家電視佢係一隻標案啦，哈。那麼做嚟講出錢嘅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一個政府單位，佢係業主啦，佢出錢來搶了比較多嘅電視台來做事情，佢希望佢做得好，所以呢，佢今日嘅收入呢都一成。我哋主要牽涉到政府係咪參與到媒體經營嘅部分？按樣辦，拿這個你講黨政軍那個政府嘅部分呢，而且拿來慢慢地去減大嚇所有嘅學者專家，包括到立法會人嘅同意，就係講老呢一種過去就政府色彩嘅電視一個媒體那納入公共電視嘅集團，因為佢係一個挑戰較中立嘅一個媒體故此按照都塔到黨政軍來推出媒體，按樣一個理想。對電視台嘅基層員工來講，也唔是搶頭牌，搶係由某民屬工業兼辦活。對工作團隊整合還較有利，員工冇為一年一片嘅困擾，做得按天呢啲強一間公司做事。對於公司也係員工來講，專業嘅培訓還較做得長期運作，唔可以因為調價穩定，造成人才流失，也係冇從事到基本嘅專業培訓。我哋嘅同事係咪落來公共電視呢邊是正式的同仁，呢張唔是講1年1票按樣冇不安定，還有不確定嘅問題全部冇嚟佢按當年嘅經驗佢做啲講都直播嘅還有節目製作嘅全部嘅專業部分佢做得嚟突然啲同事，啲同事經過一些專業嘅訓練，呢張請到這個客家嘅觀點呢這個客家嘅特殊性、多元性。
客家特殊多元性来赐予生活体会的风格，无论是连天山行人的林业文化，也是时尚的美食业，无空的文化特色，透过镜头的记录呈现在观众面前。不过，在时间的长廊中，文化一点点变通，点点滴滴都需要长期的记录和入入。作为记录客家、推广客家电视台，因为有为固定的经营者，节目的规划也会有长期的计划，一条流通的文化也以为被记录的基地。今年开始哈，你要开始讲自家人哈，落来做节目哈，唔好全部由500人外资、委资安样的合作的节目分配人做，你自家同事落来做。故所你今年开始嘛，设计了2个带状的节目哈，介绍一本你自家同事哈，开始来操兵。唔单止要有新的节目，品质的把关也要很严格。无好的品质当然来上观众，迄个无观众，电视台的经营也会出现大问题。台湾的媒体通常是比较不尊重乐听的。我常常在讲说，台湾的媒体经营者的观众有2种，一种是数字观众，另外一种是所谓的想象的观众。他常常在想象观众要看什么哦。观众的量都一天的长度给啊，消费压力就会形成。你讲做唔好时，个压力出来咧，嗰种消费制裁的压力咯，适当也就你所以去考虑。很有蛮多改善，甚至于可能就会淘汰掉。阿哥来讨阿弟啊！当然，倾塌有空气，转到17台，看到的有做点传统综艺故事的客家传统戏剧。也喺路人睇識，衝下來到一片比賽唱歌嘅當日大舞台。對同大家來講，也國民身份證違法嘅種種嘅問題。有請各級政府首長說明政府政策嘅客家寬政策。客家則路變法係真心發好咧。歡迎呢種人感碰到目前建立嘅客家文學劇路變法，同樣嘅節目。睇啲啟迪保存推廣客家文化嘅責任，甚至必須協助推動客家政策。第100集頻道度，客家電視一個後生嘅電視台，按樣版來上觀眾，就變到當重要。啲公共集團投放嘅國強價值精神下，客家電視節將會有動態轉變。頭擺雙一台體內無從事嘅一部分，也會得到進一步嘅改善。你嘛做一個焦點訪談，按樣嘅座談，到北部、南部、東部，後來了你這個客家種嘅人來談講，你看客家電視，做比較，佢有乜嘅節目你以為較好嘅，乜嘅東西你以為冇好嘅，大家做啲來討論，也是一種機制。你這個客家電視會調整到一種講，第二個媒體。帶到電視台，然後客家有很多的接近性，然後連接性。有些媒体会成立一种所谓的观众或者公民的咨询委员会，它可以让观众的意见直接的跟节目的制作者产生一些互动。那它一方面有它专业上面的一种顾及，可以顾及到所谓专业的考量；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考虑到所谓真正观众的需要，因为观众才是看电视的人嘛，所以观众想看什么，你就必须要跟他有更清楚的了解哦。3、2、1秒，捞些主控。我是没有睇下后方要主看有医生，因为医生没有翻译下，所以两边沟通好把新闻可以看。一隻傾鳥已經送來，畫面由聲音天天添播，發送到家家戶戶。就算係一條短短1分鐘嘅新聞，三也係一群工作人員操作點總對當道嘅機器合力完成嘅。電視最講係用金錢堆積出來嘅，無經費想要有好嘅節目，加一係倒角。過去3年來，客家電視最本面正義嘅，最係啲商業電視台經營下。財務嘅運用係屬於商業機密，至於4000萬嘅預判費，要幾多經費，正經發啲客家電視學，一切係基本好。
客家电视的公共化过后，经费问题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从一个制度上面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的族群频道进入到公广集团之后，它还必须保有一定的这种独立性。到底这个族群频道它占公广集团的预算的比例是多少？这个不管你的钱多钱少，你一定有一定的比例是放在这个部分，让族群频道是专款专有的。财务的部分哦，我想今年开始哈，是绝对是安利自家用啦哈，该无可能讲。该有赚钱的，该像公司里边嘛无安样的想法哈，专款专用安样机制哈，绝对会建立。好，我开始了，你所有节目新闻两部分的预算哈，分每个主管全部抵，好，你自个要管控预算，好，你聊到节目做点发几多钱，那做几集以后，你这样来检讨，不说讲今年的预算哈是全部会透明化。迄讲你的财务喺透明的时候，态度讲，大家对佢有信心嘛，提出咗嚟建立公信力。往年的成果表演，就像田大爷演出名不符合意，客家老演出名的音乐，啲公司睇到講潮，就像創立公共集團當年的新樣貌，一樣的新面貌，生有嘅難題，堅定可以克服。依据公股处理条例，在今年年初通过的时候，那么这个只是非常简单的，对于一个未来的，包括原住民族电视台、客家电视台还有宏观电视，做了一个条文的一个处理，比较缺乏法治的基础。比如说在组织架构上，在族群频道的处理上，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无线电视事业公股处理条例草案修正通过。當地法院扣下20歲通過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嘅時節，雖然要求客家原住民分開30片套，必須交撥公司來管理，不過相關嘅配套措施實係無嘅。也係為止30片套係用標案嘅方式來委託公司管理，一出現呢公部門監督權和公司自主權嘅衝突。客家电视台的预算到明年为止还是编列在客委会哦。如果今天的节目制播不符合社会的期待，不符合委员的期待，请问谁到立法院来备询？请问谁接受委员的监督？客委会呢，其實是個政府嘅部門，佢係預算發出去，我出到嚟監督，你係佢嘅本來嘅職務嘛，所以，但是呢，其實公共電視就講喲。我係一個財務人嘅單位，我不接受正當嘅政府來干預。我記得一樣嘅情形，一下也只能等待公司發表收聽，啲忙完成修法以前，一旦搶做啲課，雙方用討論協調嘅方式來度過一個尷尬嘅時期。希望講提起安尼客委會。老公共電視這邊吼有個伊個交通的小組吼，有個交通的會議吼，他講因做得來充分討論吼，將個可能要推動的政策吼，要推動的方向吼，文化傳承的方向，他講因做得來可能討論一下，吼安尼就講個步調可能會夠一致性啊吼。2006年電視金鐘獎，客家電視2位之後，同時拿到3輯金鐘獎。廣東電視最近呢68集2006年優良電視節目度，客家電視的文教、綜藝、新聞和戲劇類最入圍嘅7集節目。我嘅肯定本日嘅執行啲學廣化嘅電視媒體，受到嘅動態鼓勵。3、2、1。2007年，喺媒體新年嘅客家電視，將啲老電視公司嘅人客等於下一隻集團，用在無同樣嘅天熱，將創出樣板嘅火花，一直用學堂態作技術嘅感覺，一個火花生咗嘅散發出光亮嘅光芒。看嚟嘅客家報道唔係未對未來嘅客家電視有為更加全面嘅認識和思考。身為一隻族群頻道，客家電視一定要行向公共化，成為一隻公共媒體。加入公共集團只係一隻開始。只唔過目前客家電視台嘅經費還係來自客委會，
公司法修正案有限度立法院制度等人来审理。客家电视台嘅未来会样板，需要大家向下来监督。客家电视台爱本小朋友足足少几点钟哦，有本上到有出嘅有摸客家天风雅塔，还有好笑又搞怪嘅法田校园日，每日嘅礼拜六、礼拜日嘅9點12點，你坐下來看卡通哦。今年国内新闻差不多看到嘅都系政治人物嘅弊案、老处闻，日本当地人开始反思，人哋嘅教育长期注重质疑，颠倒冇注意到最基本嘅人嘅养成。其实民间有当多嘅人当头嘅推动品格教育，只唔过品格按样板来教，当然唔系上课上课讲道理就做得嚟。啲先早就有一群职工自家种钱，主动去当地嘅小学，图生人嚟做舞台剧。本身人呢，透過做戲來學習做人做事嘅道理，到底成效係樣板咧？記者宋以我留持備文嘅採訪報道。打開茶門，拿出佢睇包嘅包尾饅頭，陳六子、方彩瓊開始歸路嘅買饅頭。佢嘅目標收聽嘅就係面前一個小食店。饅頭給小朋友演舞台劇的費用，這所賺的盈餘哈，教育小朋友、栽育小朋友。這一包70塊，手工的，很好吃，很 Q， 好吃吃看。好，來收購饅頭本成因做去，做得不可以啊，本身店面發糕啦。嘿，賣包饅頭蟹啊，大頭蟹，大頭蟹，你沒有70塊，因為非常好吃。好，賣包蟹好啊。兩位媽媽買饅頭唔係愛掉不家用，係為莫款。行嘅兩間店呢，順利賣出嚟2包饅頭。陳六子、方彩瓊歡喜嘅繼續向下一個目標前進。下擺來嘅係建材區。警察大人你好啦！警察先生你好，我們兩個是會行志工，志工媽媽，對，志工媽媽，買收購饅頭會成因做戲啊！警察先生來買饅頭。喺志工媽媽3萬嘅推銷下，而家警察咧也拿出錢買嘢1包饅頭。警察大人你好。陳六子、方彩瓊如係台灣飛行志工黨嘅志工媽媽，而等5年來睇新總來路行透透。家家夫婦歸路嘅2萬饅頭，觸摸經費都好高聲人嘅做法卡。這所賺的盈餘在栽培小朋友啊！好，70塊我找你。哇，怎麼那麼有愛心？1月25號哈，文山國小，我們有舞台劇公演，請來跟我們看。嘿，而等再讀到民眾，就會一邊又一邊3萬嘅推銷，數項又長又球嘅饅頭。唔過唔係每擺嘅義賣如係按順利，下巴嘅還係會無效。賣手工饅頭會成因做戲啊！會成因做得不錯戲啊！係賣個饅頭一切啦，手工啊！手工的大頭蟹。好，謝謝志工媽。要哪一包？要哈，好，謝謝你。謝謝你。啊，謝謝謝謝。甚至有嘅時間還會本人做係詐騙集團。哎，叫本人騙了我就。哎，本人會騙你。阿婆說怕被我騙。阿婆才以為騙你啦。係。就算本汽車、本屋嘅，陳六子同方彩瓊嘅熱情，並冇因為遇到困難失職。
因为教育成人的正确观念思想的使命感很高重要。家长全部重视成人的成绩，你讲品德教育，真言讲，家长比较忽略哈。刚来做安亲班吼，佢成人吼来到啊，冇去通咩，图书太监咩冇呀，管理佢咩冇呀哈。给他拿个书包哈，是按进讲的嘛，进讲按甩动啊，按你大给父母啊，推在父母身上。哎呀，按看你会做等哦，你按做一只老，因为做的本身人呢，按你举动咯，看到家长一点办法都没有。欠缺灵性的教育，只会造就出有智慧的恶魔。没有灵性的教育，你受了再多的知识，读了再多的书，他只会为了利益去谋取他的利益。我看到现在的社会真的是越来越沉沦了啊！我们应该要扩大格局，就是不单只是为自己为家人，还要去真的是我们受惠的要付出于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有正面的成长，那你受到了正确的观念呢，明确的思想呢，你可以让这个小孩子也可以能够受惠。而落实安尼嘅信仰，佢哋認為只有行業學教對教育開始。當然，而本身人呢接受土地教育，始終唔得是開嚟宣示。嗰所飛行自工黨嘅天用副台劇嘅方式。本身人呢親身到副台上做起，家庭角色扮演，學習準時衝突有效有為嘅道理。没有应付的感觉要写出来，哎，很好哦。莲花池神啊，大家都说您有求必应，我就快要生宝宝了，请您保佑他顺利长大。成为立志发大愿做大事的人，不要只是想着要发大财赚大钱而已。一定學生嘅啱台詞，自討記得美嘅動作。今日方彩琴來到新竹一雲山國小兒童協會，那等劇本帶等6年級學生嘅，跳下排演舞台劇《三才童子53場》。我就是這片蓮花池的主人。這裡所有的花都是我的。小姑娘不但沒有透視自己的內心起了貪念，還被貪念帶着跑。改編自福建三才童子53場，係講三才童子拜訪53位智者，學習做人處事道理嘅故事。自講同學校合作，希望透過戲劇生動活潑嘅演出，將改層嘅道理簡單嘅教本身人呢。正確嘅道德觀念同思想。只要不認輸，還能賣豆腐。我賣豆腐嘞，要賣你自己去賣。俺可是10大惡呢，窮凶極惡，凶神惡煞，罪犯滿盈，惡貫滿盈。我不做。學生嘅睇舞台上，台上嘅啱燈台詞，做戲雖然還是8位唔數，下8位還會強調嘅台詞，我記得針對故事角色當中，填入是非善惡。不能欺負人，不能欺負人，要幫助別人。真是不高興，真是有夠給人。喺劇中做台灣人嘅廖淑曼，喺現實生活當中也會聊聊。喺本線上同學佢上腦嘅經驗，唔過喺參加舞台劇演出以後，大家發現一個聲音呢，佢是有18位冇同樣嘅。剛開始開學的時候，佢常常幫我罵，因為我給他上課懂他兩年啊，我是捉弄同學啊，不然的話他就是喜歡腳這樣盤起來啊。好，那經過這出戲演過之後，再加上一些我們平常的品格教育教導他之後，叫蓋山懂得嘞啦，啊，也還沒懂乖嘞。他以前比較，就像他講比較暴力，然後會有時候會欺負同學。可是他演完這出戲之後，比較不會，而且比較和善一點，講話也比較會聽啊。大家如講人生如戲，戲型人生。透過角色扮演，一群舞台上嘅小演員，除了學習到倫理道德教育之外，佢將還建立了反省同實踐嘅功夫，同時搭上人留起間冇共用嘅體會。演的這個是善財，善財他是到各地去跟智者學習，
但是自从演了这出戏以后，我以前上课的表现就是不太好，但是演了这出戏以后，上课学习就有进步了。就是学到看事情不可以只看表面的现象，还要看里面的意义。我们借这个舞台剧，懂得莲花的精神。就千万不能去当坏人啊，要往好的方面去做，要多做善事。从中就可以学习到很多的经验。像如果我们班的话，有些人会认为有些会什么帮助别人可能会浪费自己钱或什么的。可是锦城团这出戏的话，可能让我觉得说帮助别人可能是件很快乐的事情，然后也可以做善事经营的。佢哋星年嚟睇學校成法，肯定佢哋一路成長嘅先生，也感受到亞權星年嚟一點一滴冇同樣嘅變化。我覺得他們在一些對談方面，或是一些思想觀念的改變，我是覺得他們變得比較和善，然後可能在團體的向心力啊、互助方面，我是覺得真的是有幫助。回到教室，學生嘅台上嘅眼燈恢復課本。69個白色積木可以排成幾張哦？本排行先生向下推書，教學生嘅數學算術，教課本上嘅知識，就睇幾個台灣大環境，從鐵路注重學生嘅學業成績嘅世界。因為團職工合作，本山貴校已經開始注重課本上冇教嘅品德教育。先生如果睇上課前，都花多嘅時間同成員呢講解做人處事嘅道理。有時呢，我這裡用上課5分鐘前，同家都講家都把這出戲當成是他們的一個借鏡，然後在生活上都是生活上裡面，然後把它引用上去，他們就比較能夠在生活裡面能夠體會一些東西啦。他剛才都挺緊啦，緊到話沙皮已經軟體咧，他剛才都會給他上哈，你上到條牌你用教老師教你嘅品德哈，做人嘅道理哈，感覺對啲啊沙皮反而更重要哈。你看到啲啊企業經講競爭力，現在競爭力提高了，公司很多公司垮台的原因其實是因為內部的人謀不彰，內部的人謀不彰就是因為他的品德教育做得不好。唔過品格、道德、倫理，安尼無形互相嘅困擾，無從數學歸為安尼，由其他嘅教材做得高。以前我們說學生的知識啊是擺在第一，然後可能做人做事方面，我們覺得他平常就可以做到。但是呢，現在的社會的演變，我們會想說，我們會懷疑說品格需不需要教？那品格可以教嗎？這個念頭一直在我們腦中是個問號。那我們也在試着去做做看，因為很多東西你教出來的也許是個樣板，但是不是我們實際上所需要的那個樣子。所以我們也都在嘗試，這是一條我是覺得值得嘗試的一條路啦。一條限體次當中嘅品格教育制度，做在提升人哋嘅成功留下物嘅，可能雲山貴校也對升人哋本嘅回饋，就係最好嘅答案。按照從頭嘅講，要提升台灣嘅競爭力，一定要從教育開始來做。按照出題教升人嚟要上網讀書，行教家到做人做事嘅道理。啲雲山貴校嘅升人嚟嘅身上，按照已經看到嘅品格教育嘅重要性。不過品格教育做唔得只靠民間團體來做。也近年貪污弊案、撈詐騙嘅案件從頭發生，按樣板啲學校落實品格教育，係政府拖唔得嘅課題。要不要雞排啊？豆子啊，還是要薏米啊？我要一份鹽酥雞，然後一份
刚开始是那个糖尿病发作的时候，那时候他那一年30岁嘛，开始就一个眼睛没有看到，然后一直来并发症，他的洗肾啊。第39年今年过世嘛。这是生意的几大？国中3年级啊，很有这样1年啊，已经有个差2岁很难啊。个新加坡负债差不多300万，还没遐呢卖咸酥鸡呢，给创进来年啊。帮我多少？好，你的55。55。差不多什么店啊？什么店准备开始都暗夜深夜什么店？在这边夜市啊，休息要走，对不对？一个月虽然说赚不多啦，但是至少说家里什么小孩看得到啊。我从来唔爱讲，我有样无干好本很难，唯一本很呢，就是说，是在退休你就尽量读，很难的，不然我真的我们没有说什么啊，财产很多给他什么啊，只要他说能够读书，我就尽量栽培他。要跟外去讲啊，他这边有比较好的一个归宿哈，我就很心安了。相偎，用爱的方式陪，爱陪又相归。我同我爸爸讲做节目的，他就是同我奇迹。创的时间，我没讲，你做我们的那项目太好，做我们的真是天眼幕后太好。我未好都下也下慢音来咯。头摆帮你教书都唔嘛，你又在同我全部已经退休嘅，两退休金做些。是爸爸拿过来。欢迎进到节目现场，我手上一只台湾嘅 logo， 相信大家都当熟悉，也就系观光局向世界推售台湾嘅形象包装。不过可能唔知，一只台湾观光宣传标志系一只客家书法家齐永金写出来嘅。2年前，齐永金突然病脑筋，身体嘅右半片全部冇办法听通，也对一只用右手来写诗嘅书法家来讲，系千严重嘅打击。不过齐永金是从来冇停止骑笔来练诗，甚至可能写诗加速嘅复健嘅成效。记者陈淑云、老冯岩山阿郎讲，也是书法家勇敢对抗偏魔嘅故事，好带人来欣赏佢写嘅毛笔诗。一只好听简单就动就生命力嘅台湾观光宣传标志，自2009年开始，变做系观光局老世界行销台湾嘅形象标志。你哋冇2只台湾观光嘅宣传标志，系一个苗栗挑粉嘅书法家齐永金写嘅。要表现台湾的世界啦，蛮因为就讲，老书法和画法哈，结合起来会既简单又丰富啦。这个台湾是英文字，但是用书法写的，我觉得这样可以很恰当的把我们的文化意义啊，把它这个包含在里面。嘿，
市中心设计嘅标志地图，T 系台湾有名嘅风景热流五光头 ，A 就像系台湾人热情嘅欢迎大家来台湾老了嘅人客 ，I 代表嘅系台湾嘅观光客 ，W 看起来系选材当好嘅便龙喜事，咪当像系两个人当地嘅欢喜嘅雪酒，最尾 A 老 N 两则事，表现出嘅系男人孙女嘅阿婆欢喜嘅老人客大嘴鼓。这最重要有做个表演台湾那个有人情味的地方啦，还有这个风景当好的地方啦，过来做表现那个安尼当好客的一个台湾的精神啦，请邀请观光客啊来游玩那样。市中心写给台湾6则新闻时，特则是看起来都像日杂化。工人集团台湾嘅风土民情，未完全表现出台湾人热情和个同行人来老了嘅感觉。那些书法大部分都是弱势的团体啦。如今呢，一个观光局一个 logo 有没有？用这那些书法来写，有的书法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你听那个书法家争一口气。今年55岁嘅市中心5年前单枪发力，2分钟就写出台湾2只 logo。不过，实系佢辛苦练了36年毛笔字长寿嘅表现。表当挂嘅2种背凉彩天，系市中心上到两地天堂背来背去，动词有嘅感觉，才能下来写出了嘅事。因为写西藏是那种飞啦，龙在天啦，这个飞龙在天啊，在易经上的一个亲后的一个法子讲，最辉煌腾达的时候是飞龙在天呐。再一次下西藏诗，来注重这个律动感，来注重这个爆发性、爆发力，当下爆发力，所以要用这样从头到结尾，这个当下就完成了这样子。2种看起来像系发嚟3个操动冇强用方向冇做3副嘅写每嘅毛笔字，系市中心用草书写出嘅慰安妇3则题诗。同样嘅线条，老写每嘅好选材，和个文字动读好嘅角度向下。那个凑数的那个符号会类似那样，我一想到，用的按像老跟3个裸女用那方向虽然不同，有屁股。这个一躺下来的3个面相不一样，这个没感觉到，超强的，用安尼有办法下诗啊下到用3个裸女啊样。随着个7摆全国性书法比赛提举名嘅市中心，17岁开始写毛笔字，这40年来唔但像单一练习，还拿透过毛笔字表现出自家性感度嘅想法。内在的一种激情，内在的灵动，我很注重在这个东西的，就是说一种生命的律动，要把它写出来。我是觉得他在书法上面的确是很有天分，而且呢，他写的书法呢，真的是造型变化非常的多端。这里面蕴含的一个重要东西，就是一种台湾的生命、狂野的精神，这个是他比较独特的地方。市中心嘅本娘常文美本身就係一個專業嘅藝術評論家，唔係最低級嘅人。常文美認為，市中心作品嘅最大特色，就係佢創造了自家嘅歷史嘅心情表現毛筆字地圖，係一個做得了傳統表現到當現代嘅書法家。上面是主角的話，下面這個中要配角，這要小一點，我看市中心底下寫起毛筆字，動像動輕鬆自然。你做得想象2年前，佢喊係一隻總衝突表呢，全書嘅版片都冇辦法聽通嘅平面麼？該歷史預審喊講，佢嘅全書喊白都冇辦法拿毛筆寫死咧。站起來本來是很容易的事情嘛，我們啊，可是現在中風了做一支腳給你，一支腳做的，另外一支腳等於沒有的感覺，
随时有可能放下。随时都放的。那个行部、量部，这个眼泪都流下来。冇辦法用盡所寫事，對這個書法家來講，做得講係動態嘅打擊。這種情改良是新冠度動強，唔過佢冇按用呢做表態，電腦係動散漫嘅復現。這種情況無靠人嘅支持係佢最大嘅力量。我哋細妹啊，我哋細個大年啊，講話聖誕節㗎喺台大醫院過聖誕節。叫到來畫嘅插鼻管啊，有沒有吊點滴的那個鏡頭？改良是會嘛？係啊，所以佢是永遠進步呢。從俺名來叫起運進咩？永遠進步啊！當時呢，他就是在台大的時候就是這樣子，有時候還要帶那個氧氣筒啊。你看他的表情也是很無奈啊，然後自己用左手啊在那邊默默的畫着啊，因為沒想到他的功夫。30幾年的功夫就毀於一旦啊！為了每本自家練嚟研究嘅毛筆時，就按用嘅模態。多中風嘅學姐其中間練習中做手寫毛筆時，一方面係本時間高的學家，另外一方面咪係為了證明自家還做得寫毛筆時。我本來用做書寫，寫在動會寫，動好看，動高興，但係。副市小姐啊，同我講，嗱，人記到去領養嘅哦，喊你為嘢作書冇聽懂到哦，我報仇的，我驚聽你一句話，我做我應該做書這樣寫，寫來在民意當做附件，跟我都這隻手那麼好起來了。老師，對你來講啊，寫書法係享受哈。享受。另外一個，因為心靈的享受，他要怎麼樣就怎麼樣，要大要小，要快要慢，自己可以做主。最認為動好寫毛筆時，要能日後其中間冇認為按用人做天下來磨練時，變到係很難上網嘅寫。其中間講佢嘅身體做得好多按腳，老佢當然寫毛筆時就動態嘅關係。我剛剛還問他這個筆有沒有辦法轉呢？他說比較難轉，而且他的手越寫就是斜度越那個，跟以前確實是這個不一樣。他是寫出不一樣的味道啊！對其中間來講，寫毛筆時原本係一件當簡單嘅事情，不過自己中風復健嘅階段時間，但像係毛筆都難寫，他哪會講要寫死咧？現在要畫腳又沒有力，這個不聽話，後來慢慢的本來用這種來說按下很 OK 啦，因為茶店裏面也不沒有按用照標準的來寫發現也不簡單因為要1、2、3、4、5要5指在着力呢。中風後呢，因為剛開始他連拿毛筆都會掉下去，都有困難啊。慢慢他是用這樣握住的，握住的話毛筆也沒有辦法轉啊。但是呢，是另外一種趣味啊，就是一種拙趣。經過辛苦嘅復健過程，2年之後，其中間又做得輕鬆嘅老毛筆拿起來，佢唔單唱自家寫毛筆時，咪繼續教人寫毛筆時，佢希望家人按用人做得本很多嘅人了解毛筆時，愛到毛筆時。中國東西很吊詭，有沒有？無用卻是大用，無價的。越寫就越喜歡。以前唔知好講，原來係按樣，家長哋講，做得真完按完，就將行路用嚟擦落，人都審一下，擦，這位研究過都轉來，就按嘢寫詩咪強樣按嘢脫離。先從嘅時間唔會緊張，因為他們看老師嘛，很經常寫嘛，規些時間聽寫時間會有壓力啦，因為驚寫到滿。個用心寫時間還係有壓力，因為同學都過上忙嘛，他個人都過用功寫哈。
过来日冲太平，其中进李下公最多嘅就系感谢。佢老中风看作系天公爷对佢嘅一种考验，韩国感谢天公爷本佢重生嘅机会，本佢比别人多一种冇强种嘅人生体验。很漫长，很漫长，是很要有毅力哦。这样的2年来呢，都就是我们常常感谢，感激、感恩哦，才有办法继续走下去哦。不然的话，像我信念级的人哦，2年是很长哦，很长的路。懂救哦，给福建懂救哦，因为哦，每3年也4年。才一个小小的改变，靠唔到嘅。透过市容进2公婆都系自家无限自家嘅，李下记得当年强下散步，强下打太极拳，2公婆嘅感情就比透过喊得好咧。每天睡觉前都跟他脚底按摩，还有这样子，他那个恢复的蛮快的。就中风以后就2才公下了，好像分不开了。心里不理。我说我现在绰号叫裴永进，对呀、陪着永进。我在从冇办法拿毛笔到就做得下毛笔时，李下其中进认为，地讲享受生活、高度当欢喜，就系人生最幸福嘅事情咧。其中进嘅现代书法，特则是特种事，看起来都像花强样。伫书法艺术地度掌权40年嘅其中进认为，系讲写到当欢喜，毛笔时就做得表现出冇强样嘅生命力。以下款启用金写毛笔时像行云流水，已经看唔出其实播了一场当严重嘅片。本来医生宣布家嘅有数，再讲冇办法拿毛笔来写诗嘅时节，等于就会宣判家嘅死刑。不过佢冇放弃，开始用无糖化嘅有数，将声音嚟强样嘅重新学写诗。因为对书法嘅热爱，启用金前转嘅书法嘅功力，也前转嘅健康，能够体验过人生嘅变化。佢写出来嘅诗，更加多为一层无穷样嘅意义。以上就係今日嘅客家新聞插枝，感謝大家嘅收看，也請下一個禮拜二晏晝10點，愛收聽17台嘅客家電視客家新聞插枝。另外，下個講13台嘅公共電視，大家禮拜二嘅晏晝6點也會重播一個節目，希望大家多多幫我哋支持。今日嘅節目就做到呢位，希望大家安之世，再會。